真简单来，因为咱知影日本统治咱日本岛吼，所以咱其实咱以前即摆细汉的囡仔，伊就厝会大，咱当然咱迄个时代是无，咱知影讲总统吼，总统有19年的总统吼，啊，就讲一开始是军人吼，啊到大正时代吼，就感觉讲可能较迄个就是用武官吼，啊，后来到西洋战争，所以就开始是武官三个武官。19年的总统，大家会感觉讲19年就上多。伊迄个第一个10档吼，咱知影就讲其实总统府吼，就讲迄个台湾总统府其实因伫处理大部分拢是地地处理吼，就是咱伊袂讲就是讲官吼，当然台湾人的政府以前吼，好第二个10档吼，差不多就是处理山地吼，甲部分的部分，吼啊上尾10档。从1936年开始就开始方面化，虽然迄阵还未开始战争，已经开始伫准备咧战争吼，所以开始方面化吼。所以咱安尼啦，用安尼的分比来看，就咱会发现讲，其实有20档是咱这无讲着吼，头前20档后20档，中间佫有20档。其实咱会当讲，迄个时代就是走台湾上发展的时阵吼。1933年吼，真好听就是讲日本统治50年，其实是头前38年吼，是还无完全控制台湾。当然，咱讲一开始地震吼，以后开始发动战争，处理原住民的部分吼。原住民部分其实是当中拍过700万人的战争吼。第二个日本政府对原住民吼，你现在会当甲安尼想是讲台湾其实迄个时阵其实是几落个国家吼，几落国家其实某一种程度来讲，一个国家就是一个国家吼。然后因家己有家己的法律，家己的去管案吼。好到1933年才是，就是讲，咱台湾的地图，伊每一个所在吼，就会当去测量迄个地形啊，啥物就是1933年所发的吼。就讲，告诉大家有机会去看日本时代做的地图吼，伊就是台湾岛，一直到就算咱拄则讲迄个1906年开始较稳定了吼，其实台湾岛还佫有一寡所在，山顶有一寡所在伊是无法度人袂当，伊无法度入去，所以就是无法度去做测量吼，所以。有一段迄个地图是空白吼，伊有讲迄个，所以我看毋知大家是毋是以前讲台湾史的时阵看到18年，有听过18年，有听过有些事件，可能赛德克巴的关系吼。咱换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就讲咱讲迄个平地是10档就完成，然后1935年就差不多就无代志吼，但是18年是1905年吼。有些事件，咱讲迄个台湾全岛山地嘛，差不多处理好啊，1905年，但是迄个有些是。1930年吼，其实某一个角度来讲，其实这拢是较单纯的事件吼，而且是袂影响到日本的统治吼。18年，咱有去过3个嘛吼，3个吼，以清风啊，工程吼，伊迄阵是安怎甲台湾人讲要来管吼？伊讲第一点，日本帝国来台湾已经20档吼，迄阵嘛1905年吼，起诉以前。吼，伊讲的第一点，第二点是讲，迄阵中华民国已经拄啊成立，吼，所以因为1911年成立嘛吼，所以伊讲，假使咱起来反，伊一定甲咱帮助，甲迄个日本人赶走，吼，你感觉有可能无？吼，迄阵其实中国这个吼，第二是，伊是安尼讲，但是伊无去做迄落，伊无去联络，伊就是家己想讲，我若起来，迄落伊就做这个帮忙吼。伊咱卖当想，咱即摆真是真，咱即摆真侪台人拢会想讲，中国若要拍来，美国人甲咱帮助吼，是真正的，有些人讲，就讲即个物件其实是，毋是咱家己想，咱爱有透过外交，透过迄个各个渠道去知影到底是安怎。好，当然咱知日本统治的阶段其实有真侪。
真好的建设，也是即个交通各方面吼。啊，当然，即个部分其实嘛是一直到即马都利用啦。吼，比如讲咱知影河川流水库，咱知影伫外头，吼，其实拢是迄个时阵做，包括迄个新铁路吼。好，啊，这这是迄个，因为拄好咱即马伫台中嘛吼，迄个1908年是个冲浪船通车吼，1908年。伊的迄个通车的地点，迄个点就是设伫台中，吼，伫台中公园。教门的人，吼，这是迄个当然迄阵的迄个明信片吼，咱来看，敢有人看过即两个人？我哋比较少吼。即个就是迄个长浦山景点，长浦山景点就是负责迄个咱规个铁路的规划的吼。啊，即个就是迄个扩展景点，吼，咱再来讲迄个迄阵的民政长官吼，迄个民政长官就操咱即马的行政院长吼，大概是安尼吼。咱知影咱一般一般拢嘛是无管代志，所以就是总理吼。即马是咱被总理负责行政吼。吼，啊，这当然是一个互我一直个，就是讲伊迄阵其实有做10年有做一个真大规模的火炮，就是专门的迄个火炮调查。啊，迄个火炮调查伊其实有做，就讲迄个时阵的水准，然后伫世界上就是上精密的迄种火炮水准吼，甚至听讲比日本家己做更较精密吼。啊，是安怎样？有可能是因为这边是第一控制派的，所以等到迄个火炮调查做了比日本较好。吼，嘿，啊，因迄阵做了有自己用这种手表吼，去吼，咱知荷兰吼，上大过来客人吼，嘛注意吼啊。啊，有迄个日本人吼，吼，迄个较另外较细有一个外国人，啊，佫有迄个日本人吼。好，啊，这是迄个破烂腿吼，1935年吼，已经统治40天的时阵，是一个执政40年的迄个破烂腿比赛嘛吼。就讲咱大概知影一个情况，就讲伫迄个时代会当办破烂腿的城市吼，大概是伫世界上。若要算，可能无较10个，吼，所以咱大概知影讲，迄阵台北的进步的程度，大概伫世界排头前10名是无问题的，吼。规个城市的发展来讲，吼，就讲咱实际上伫迄个时阵是，实际至少伫台北市就到即个程度，吼。咱即马来看迄个，咱即马先来看迄个政经的部分，吼。我即边讲迄个，就是讲。咱可能遮物件拢读过吼，就包括咱可能讲啥物大外战争吼、甲午战争吼，啊，所以影响到台湾就挂掉挂日本吼，吼啊，迄个我这边就是照迄个迄阵的讲法吼，日清战争吼，啊，当然日清战争可能咱看到就讲诶，什物强硬迄个法官条约啊了，台湾就是挂日本吼，嘿，啊，咱即摆是看，我是讲日本的角度去看即个问题吼，就讲因其实。咱大概知影讲，日本伫1918我控年代有即个欧洲军事件吼，迄段事件就是迄个美国有一台迄个军舰军舰来到日本的迄个东京湾头前啊吼，啊就甲你讲，你若无要开吼，我就要甲你拍吼。啊，迄个时阵其实是引起因会感觉讲，因的国家在灭亡啊吼，了后才有迄个平定维新的开始吼，这甲迄个欧军事件是不同的。嘿，啊，所以了后，因其实一步一步就行向帝国主义吼。因迄阵会讲到一句话叫做脱亚入欧吼，脱洋入欧吼，就是要离开亚洲，要做欧洲吼。啊，所以因的制度各方面拢学欧洲吼，啊开始做。啊，当然，但是问题是欧洲人看伊感觉是亚洲人吼，感觉是看袂起吼。咱以前来看迄清朝，像咱有看真侪无平等的条约吼，共款。英国、美国对因签的条约拢是对因拢是无平等吼，所以伊其实拍即个战争有一个目的，是要脱离迄个无平等的迄个地位吼。啊，大家嘛爱知影讲，迄个小战毋是我进国战争后伊配合，就是咱做帝国主义原则吼，所以基本上伊要拍即个战争进程是经过英国同意吼，所以英国其实私底下甲伊讲，假使你若真正要拍吼。我会甲你换条约，就是迄个无平等的条约吼。其实这是有过一寡因素吼。好，啊，迄个过来就是迄个日俄战争，因为咱以前
讲迄个苏俄，咱是讲俄西亚嘛，吼，可能迄是日本来讲啊，当然咱台语是讲俄西亚吼。所以共款吼，我这边简单来讲就是讲，咱其实一清战争后壁有两个帝国吼，一个是迄个英国，一个是俄西亚，吼。啊，咱日本了后要甲俄西亚战争的时阵，吼，共款吼，是第二战争主要就是一个帝国。了后吼，你会感觉讲第一次世界大战敢若是欧洲嘛，吼，日本嘛有参战，吼。啊，参战时阵其实是英国反对，吼，英国感觉甲你也无厉害，吼，啊，但是尾也有参战，吼，啊，参战因做啥物代志？第一，甲迄个德国伫中国的占的所在占落，吼，青岛，吼，大家可能听过青山东，吼，山东港看到。第二个，伊甲南洋群岛本来是德国占的所在，伊甲占落，吼。所以咱想到咱即摆有迄个南沙问题，吼，南沙群岛、西沙群岛，迄就是迄个时阵占落来。是安怎会变做即摆问题？是因为后来因为迄阵台湾是日本统治嘛，吼，咱知影有舟山厅，吼，台北、新竹、台中、台南、高雄州，吼，泸州，啊，迄个伊甲迄个南沙群岛挂伫高雄州内底，吼，所以变做讲战后了，变做就是算台湾的一部分，吼，大概情形是安尼，吼，所以一直到遮，吼，好，过来就是日本过来拍战争，就是甲中国，吼，相战，吼，咱知影九一八事件，咱听过，吼，满洲国，吼，遮个代志，吼，啊，迄个过来，吼，就是太平洋战争啦，吼，好，我这边要讲的一件代志，就是讲是安怎太平洋战争会发生。我这边可能要甲大家跟讲吼，一个就是伊这边有讲一个 ABCD 包里嘛吼 ，ABCD 4个国家，大家要看卖无？A 是啥物国家 ？America 吼，A B 的英国 British 吼 ，C 中国 D 的荷兰吼 Dutch 吼，好，伊迄阵其实是采取禁运，就是包括迄个一寡。工业原料也是石油，吼，啊，因啊，迄甲罗斯福真大关系，吼，罗斯福有真大关系，就是罗斯福迄个迄阵的迄个美国总统，其实对中国有好感，但是对日本真看不起，吼。当然，迄个背景是安尼，啊了后，当然因尾啊进入了，大概日本会想讲，假使因若无迄个汽油啊，一寡工业的援助来讲，因大概半当就灭亡啊，因的国家。吼，所以当然是因为即个部分尾啊决定甲美国相战，当然这个是一个真大的变故，吼，真大迄种变故啦，吼，就是讲拍输就是规个国家就无去，吼，当然伊可能嘛有一个幻想，就是讲因为以前甲中国拍，想袂到真凊彩就赢啦，吼，迄个时阵大家知影日清战争的时阵，迄个清国的总兵，军事的总兵。大概比日本迄个好遮侪，吼，但是无输去，吼，就是无迄个中国，就是迄个中国人，就是较袂，就是相战了，还袂跑走啦，吼，所以讲就输啊多的，好，我这边要甲大家讲就是讲，有一个重点就是讲，伊其实是世界到即马为止，唯一甲美国正面相战的国家。吼，到即摆无吼，你讲苏联伊迄个冷战嘛，甲真正无正式甲美国拍吼，所以其实战后其实包括苏联吼，伊其实对日本的真侪战术的行为拢是做秘密研究吼，因为就感觉讲是安怎伊甲美国战，当然毋是化战战，其实有做真侪的做吼，这个时间当然咱无时间去讲。好，咱以前听过真侪拢是讲迄个珍珠港吼，迄个珍珠港的事件吼。大概讲，恁知影珍珠港是啥物时阵发生的代志？伊的飞机1942年12月最后，吼。美国的时间是初七，暗时吼，对台湾的时间也是日本的时间是初八爆炸吼。好，实际上。迄个迄边是毋是主战场？吼，迄阵的主战场是伫菲律宾，吼，伊其实就是先甲迄边的迄个船甲拍掉了，
国人就是要去占菲律宾，吼、啊，占菲律宾是安怎占？迄个飞机是为台湾移民出来的，吼、所以大家要知影，迄个主政权，吼、迄阵的政权就是主变成这边，咱这边东亚，而且发动战争的所在是台湾，吼、大家一定要参记在。啊，当然因为美国主导迄个数位发展嘛，吼、啊，所以伊敢若讲着真主当地的保护，吼、吼，所以咱知影咱其实地位，吼，啊是安怎会为台湾当然因为伫即个地理关系真重要，吼、好，啊，这个要甲大家讲就是讲。迄个时阵，当然咱开始有真侪迄种台湾人去做兵吼，不管去中国政府还是内地政府吼。所以恁若有机会看迄件的吼，即摆可能拢已经退到台就是几寡人吼，因的外国经验、国际经验就是政治吼，确实是安尼。好，我这边先简单讲吼，就讲。因迄阵面对卫星了后，其实因开始，因若愈强，其实其他大个国家嘛惊吼，啊，所以因开始就是讲，因有一寡，因感觉即个国家的生存，莫受到别个国家的攻击的时阵，上简单就是因家己个缩表吼，因其实就是甲迄个帝国主义的时阵同款，因第一面对的就是中国上外吼，但是其实中国了后，国人就是俄西亚吼。啊，俄西亚想袂到嘛歹赢吼，迄阵一开始嘛毋知影赢无，就是歹赢。后来想到就是美国，吼、虽然咱看真远，但是其实隔一年歹赢吼，就是中亚无其他国家吼，所以所以咱会当知影迄个一战的时阵吼，是安怎伊会甲内面迄个德国的迄个内面一寡岛吼，太平洋一寡岛甲占起来，其实就是开始去考虑民族人吼，因为人是要相战的时阵，你有一寡。前哨站，咱讲前哨站嘛，吼，会当做一寡，会当提起，吼，好啊，所以伊的做法当然就是南极甲北极，吼，咱讲的南极，第一站就是台湾，吼，过来就是讲国家内地，吼，啊，若北极，伊先甲迄个朝鲜加起来，吼，朝鲜，后面朝鲜，吼，啊了后就是讲关州迄边对，吼，当然咱有时讲伊对啊，对啊，吼，就是讲伊用即个。战略思考来去做这代事，吼。这是迄个1942年的时阵，就是太平洋战争发生半冬了后，地图吼。当然，咱迄阵知影讲，迄个轴心国吼，就是迄个德心国吼，就是迄个日本、德国、意大利吼。啊，所以你看迄个红色的，其实就是因即三个国家。所上的领土吼，但是咱知影讲伊亚洲即块就是因为伊科学家，其实就是伊控制惯日本吼。咱逐个人看阿美利卡吼，这样写吼，这是美国的领土吼。你安尼看起来，你有感觉讲伊迄个时阵的领土是比美国较大个，吼。就伊迄个时代，其实是伊是全世界领土上大的时阵，吼。伊迄阵迄个南洋战争的目标是啥物？因为伊的气流，吼，迄个气流嘛，吼，就是迄个美国外来气流，所以伊要占迄个印尼迄个油田，吼，油田，吼，印尼迄边有油田吼，所以大概伊是战略是安尼吼。当然，迄个时阵开始就慢慢变化，吼，就是开始迄个战争就开始转转，慢慢吼。当然，咱若看迄个加拿大，也是讲看到迄个。透明迄个应该是，伊个应该是写苏的吼，就是迄个苏联吼。一般看起来较大，不过你知影伊是伫迄个北纬较悬的所在，是迄是因为地图甲天落地的时阵，所以看起来特大，实际上伊是较大吼。但种车头的相片看出来吼，但种车头，这是迄个时阵台湾人要去做兵的时阵吼。就讲迄个时阵，当然日本人其实甲中国相战的时阵，其实第一件代志就是先调线的人去做兵，去中国战场。其实伊一开始无啥希望，迄个台湾人去中国战场，因为感觉讲这是有一寡，可能到时无要听日本的话，但是尾全面战争了，伊就开始要用志愿兵的方法。伊一开始是认为讲是民地，袂变做日本的国民，所以你无需要做兵，
迄个时阵其实后来志愿兵的时阵，差不多是，因为录取的机会是比咱即马考试无歹考吼，啊袂使用即摆考试迄个时阵吼，迄个时阵10派人读大学嘛吼，我读册的时阵，读新高中的有30派人会当读高中，啊个30派人会当读大学，所以算是10派人吼，10派人就讲国校读起来吼，然后10派人读大学，迄个时阵报纸资源无够，我讲迄个志愿兵的时阵吼，啊但是咱知影迄个，咱后来伫国民党统治的时候，讲过一句话叫做啥物？好男不当兵，好女不当兵吼。就讲因为中国迄边做兵是掠兵，伊毋是甲你掠吼，你去分来看着少年的就甲你掠来，啊是甲你绑起来，吼啊就叫你去做兵是安尼，啊所以当然伫中国的观念就是感觉做兵是一个公平的件事，迄个时阵其实是毋是吼。后来咱来看中国吼。你讲这真侪是讲，咱其实重点是要讲台湾吼，是讲要看这个国家安怎去处理台湾吼。好，第是咱咧中央国民政府是看问题吼，大家敢知这个代志？大家咱已经听过什么北伐成功嘛吼，1927年吼，迄阵的迄个政府是北洋政府吼，上有政府，所以广东跟当这边有一边叛乱团体。啊，了后北伐成功吼，啊，所以咱的历史就开始啊，吼，才开始啊，吼。所以无咱会感觉奇怪，中华民国伊注意伊嘛成立，请问中华民国的状况是啥？咱毋知，咱即摆，咱若看咱以前的历史照片，是种行宪后第一任总统，吼，行宪前总统，吼，就是因为实际上是真关键的吼。好，大家就爱知影，迄个时阵中国毋是咱即摆看到中国遐尔大，吼。实际上吼，对啊，其实就是咱东军拔割据吼，大概就是迄个情形吼。好，过来问大家，对日控制中国对日控制是几担？大家拢讲8担嘛吼，迄个咱教科书啦，嘿，实际上无甲8担是安怎？我大概想讲一个918事变，1931年的时候，是安怎来势？吼，咱即摆用讲很多小事件吼，迄个民国28年吼，1937年。迄个时阵，中国就是迄阵蒋介石的军队其实是无向日本宣战，吼，一直到美国甲日本宣战了，中国才真正宣战，吼。所以意思讲，实际上，若真正伊进行的迄个战争的状态来讲，300多年，吼，无遐多，吼。啊，谁人要讲8担无吼？这其实嘛是一个，一般来讲，伫日本嘛咧讨论这个代志，到底甲日本跟中国的关系，就讲迄个时阵到底是战争的状态，还是毋是？吼，因为无选择，吼，啊，所以有人日本咧讨论嘛讲，到底是要，但咱若看迄个后来咱讲的中日条约，就是迄个旧金山条约了，迄个时阵台北条约，吼，就是日本甲中华民国政府签的迄个条约，伊的讲法就是讲，为迄个民国30年12月9号以后签订的条约就不算数，吼，迄个是答案是，所以意思讲法就是基督教事情了后。照真正存在，吼。好，啊，这边有讲，我台有做讲，咱这边讲着3个人吼，这可能咱拢听过，迄个网站就是王金伟吼。因拢是我外国势力，请问迄个蒋介石是我国一个，美国，吼。好，啊，迄个国民党就是苏联，吼。啊，迄个网站就是日本，吼。啊。相对，吼，这种真歹讲。就讲迄个时阵，其实第是中国是乱的，而且因控制的所在，嘛是全部的中国。因3个加起来，吼，伊有有其他的势力，吼。上在听到就是开罗会议嘛，吼。开罗会议是1943年，吼，就讲迄个时代，吼，咱知1942年开始拍，美国开始拍，吼。啊，到迄个1942年的年中，其实就开始中途岛战役啦，吼。迄个6月。1942年的6月初几吼，差不多这个时阵吼，我感觉台湾人爱记得这个战役吼，因为这个战役就是会开始互台湾的命运要改变的时阵吼，就是差不多迄个时阵就知影日本早晚要输啊吼。当然虽然迄阵的台湾人也是讲日本人可能话会想，因为迄个消息是封锁的吼，好。啊，迄个时阵其实到1943年11月，其实迄阵的会议就是要讲。
假使起来国家战败吼，日本啊德国战败了后，要安怎分吼，要安怎去处理这个代志吼。所以其实罗斯福其实有吼，迄个准备有一寡选择吼，这个所在吼，就讲起来所在拢是目前是日本讲的吼，你有要拖得起的吼。我咧讲的就是讲，实际上一直到1942年进前吼，中国拢无认为台湾甲伊有关系吼，确实是安尼吼。你若看咱迄个资料吼，当然迄阵后来伊就是伊尾后就是讨论了伊选台湾吼，伊感觉讲迄个Okinawa甲朝鲜基本上是迄个以前就是有一个国家，因就是两边操控嘛吼。迄个时阵因的做法就是讲，因是有一个国家但是因是算因的附属吼，甲清国进国，甲日本进国吼，所以因就感觉讲安尼吼。当然另外一个考虑，伊感觉Okinawa迄个中华民国是无海军的吼，Okinawa伊嘛无法度管，所以一直感觉奇怪，因个考虑是安尼，所以一直想讲是安怎因尾啊，迄个准备就会想要选台湾吼。当然阮州就是，阮州一开始伊嘛伫调都市的，一直伫清国的时阵，迄个所在就是罗西亚势力吼，虽然表面上是清国的领土，到中国的时阵，迄个日俄战争了后，变做日本的势力范围吼，尾啊阁是阮州国吼。但是当美国的因为意思是讲，假使是不是要互即个阮州继续做一个国家就好，因为伊变做中国甲苏联中间有一个缓冲嘛吼。当然伊尾啊当然也是要讨论吼，不管这是迄个吼。但是即个讲法吼，就是英国有迄个丘吉尔感觉讲，这是恁美国甲中国有分。伊感觉是反对的，伊感觉无应该去做即种政治纷争吼。所以那个效力嘛，所以咱知影迄个物件其实就是一个宣言吼，无任何迄个太不合理吼。好，美国的部分吼，美国部分就是讲，伊其实是伫迄个1942年了后，才开始注意台湾这点吼。我讲的是迄个1942年若果迄个中国岛吼，即个镇压开始就是美国开始较占有名吼，因为迄阵。迄个航空母舰吼，日本的航空母舰就停几落只吼。好，当然伊迄阵伊开始伫想即个问题的时阵，伊其实嘛是无真清楚的想法。迄个时阵当然咧，我也未想伊吼，因为咱知影迄个去战了有国际联盟。我是其他好，迄个国际联盟吼，但是尾啊就是。地震发生了，伊就感觉讲，国际联盟无效吼，应该有一个较强烈的做法，就是讲，就是较大的国家来主持即个维持即个国际联盟，伊会当去出兵去处理其他国家的代志吼。咱就会看看，即摆联合国就是大概就是用即种方法。虽然实际上咱会当看到，承认敢若拢是美国去主导吼，实际上嘛是安尼吼。好，咱先看1944年6月战争吼。实际上就是咱知影迄个诺曼底登陆吼，就是咱知影讲，迄个时阵开始就嘛知影讲，造咱德国就是差不多会死去啦吼。好，当时咱听过塞班岛，应该大家有听过吼。迄阵有讲塞班岛遇脆吼，3万军人死，日本阁有听过迄个岛阁有2万人的迄个居民吼，日本人吼，也是自杀吼。伊迄阵呢受到教育就是，我袂当投人。但是你若互投降吼，就是互你投人连敌吼，就是安怎吼，所以你干嘛跳海吼来投降？迄阵对美国人来就是真大的 shock 啦，就是讲因想袂到迄种教育是完全无共款吼。好，咱这边就写迄个大概迄个，像美国思想相比较无遐尼济吼，但咱迄个日本其实这边的思想最吼。好，即摆我要讲到台湾吼。伫1944年的6月时阵，美国海军有提出一个计划吼，这叫做 Cosway 吼。好，咱看这个图吼，台湾这个图吼，伊有分为3个所在吼，分为3个所在，分别是左营、上岛是左营，过来第2个是高平溪口吼，第3个所在是板桥吼。伊这是要做迄个，就是类似迄个诺曼底登陆安尼吼。
就是要将这个所在占起来了后，变做一个基地，啊，为这个所在甲这个菲律宾甲日本的中间迄个切断，吼。啊，而且也是要讲，因为迄个时阵其实东南沿海其实嘛是日本控制吼，上海啊，一直到福建拢是，所以伊这边若要去轰炸的时阵，为遮做基地，吼，伊感觉这个所在地点就好啊，美国海军。所以这边有高粱米米兹，迄个时阵就是准备拍落来海军的，迄个麦教授大家拢知影，当初伊就是阮东军的司令，伫迄个菲律宾，所以真正讲事件了，日本就拍啦，当然伊就一开始就一直输啊，一直输，当然到3月的时阵，因为当然菲律宾有真热岛，所以伊尾后是就是走路嘛，走到迄个澳洲嘛，伊就有讲还有较北去，伊有讲一句回江再回来，所以伊就一直主张讲，一定要拍菲律宾，若无拍菲律宾，就是民主国的情况，来这个问题好，后来就是伊10月初的会议，了后因当然这个因的总统罗斯福这个总统，了后因才决定要拍菲律宾，就是要这样。当然有一寡，就讲迄个咱来知影讲战争其实是一直伫变化，然后包括迄个各所在，好，所以过来就是看讲者咱可能听过就是咱讲迄个台湾有空袭的时阵，迄个公山，1944年10月份，咱知迄个公山其实就是因的空军基地，日本时代的空军基地，我这边写布记，大家知影布记是啥物？就是空袭啦，就是空袭，就是空袭，轰炸，就是咱即摆有华语讲是轰炸，咱迄阵是讲布记，迄个台湾从迄个从确实是海的意思，就是台湾就是台湾四周围即个海边的迄个，就是有真侪迄个小镇是安怎要做这就是迄个因要去利用迄个菲律宾，伊尾后是要就是咱拄则讲的迄个就是本来要占迄个台湾人权的迄个登陆上双去菲律宾，但伊要双去菲律宾，但伊要小镇就惊迄个台湾这边就派迄个菲律宾走，所以伊变做先甲台湾先炸甲密密麻麻了，这边的空军我都去用比较难理解，大家迄个时间了解。好，咱知影迄个冲绳战役，这是迄个咱讲太平洋战争上参与的一个战役，我能讲，就讲咱若看即个物件，咱即个历史咱知影讲台湾准备5摆，第一点就是本来要拍台湾，尾啊抓菲律宾，菲律宾开始战了，其实日本的想法是，伊感觉讲过来应该是拍台湾，所以伊迄阵是伊破乱创无嘛，就讲当然咱即摆是事后知影伊迄阵甲沖縄迄边的军队都调2万来遮，所以变做因真正要迄个美国要拍沖縄的时阵，迄边兵力是无够的，伊调做是要拍台湾，所以你知影，迄个时阵美国要补给已经有困难啦，因为自通权拢无，就是你若准备出去，你若要用船要载兵过去，绝对是海上拍死，所以迄阵也无法度搁去救，大概是前年是安尼。还有一个，这咱有一个较出名的，讲迄阵尾啊，本来是要拍台湾，尾啊决定要拍菲律宾了，因佫想到一步，伊要用化武器拍台北，这是因的迄个物件，真正这是真正，1944年12月，伊就是要用迄个化学武器，糜烂性化学武器要炸台湾，台湾神经中枢无去，当然咱嘛感觉真是尾啊毋知安怎搁无代志，真正迄个时阵有即个计划，当然毋知安怎搁无。当然这是因为这拢是因伫讨论伊的内部在讨论即摆建议的，我来看。我必须我口头讲，我真简单讲就讲，当然尾啊，日本导航的时阵拄着一个问题，讲，到底这是太平洋战区还是中国政区？这是一个问题，日本一开始的想法是讲导航啊嘛，应该是美国来接收台湾，但是8月14就知影，结果是中国要来接收，是迄个后来出来，这是迄个
迄个就是麦克拉斯吼去处理吼，就是亚洲的政府吼，伊个广州是无苏联讲吼，迄阵是苏联。啊，你知影结果是啥物？就是伊国家遐个人吼，日本兵当然包括台湾人吼，也去西伯利亚劳改，是安怎？伊政府嘛差不多死甲无人啊，所以伊缺劳工嘛吼，所以要往新加坡也去做几当7当嘛吼，无死的再放回来吼。啊，迄个。现在这个军队是，一个是，即摆现在咱讲发，我人过来还没发兵，吼，嘿，啊当然尾啊就是迄个，因有人起来，就是乌志明嘛，吼，乌志明起来就甲赶走，吼，听讲嘛是干腐败啦，吼，甲台湾差不多，吼。啊，迄个即摆较笑亏是表现，吼，无大部是用7种问题，吼，本来一个国家，吼，虽然是用日本讲，结果7种问题，吼，因为。这就是迄个缓冲区的概念，吼，就是讲美国甲苏联，吼，以后对抗，啊，是安怎把伊甲日本切掉，是甲迄个切掉，吼，德国，因为美国伊德国真正有4个国家正领，吼，伊接领，啊，甲因的迄个拢甲切掉，伊甲因的政府是完全无去啊，吼，完全拢无去啊，吼，啊，所以开始成立军政府了后才成立另个国家吼，是西边较强势吼。日本是完全无去掉，因敢若投降嘛。啊，但是有人讲迄个原子弹是安怎要炸你，迄个就是要互苏联看吼。伊本来一开始的暗算嘛是甲德国同款，4国来分区占领吼。迄个倒一个国家要占，日本倒一位拢算好啊。毋过尾仔当然可能美国会考虑吼，所以伊就是惊苏联起来吼。有即边，伊若接到即边，表示迄个，你知迄个叫做啥物？迄个波罗的海舰队会当为太平洋出去啦，吼，美国嘛惊，吼，所以因为安尼，所以听讲是因为安尼，所以被炸原子弹，就变成炸苏联看，吼。本来听讲，迄个第2页有可能考虑台北，吼，有可能考虑台北，吼，好，啊，问题是。要互中国接收中国无海军啊，安怎？而且伊其实行日本吼，因为迄个中国政府基本上日本是无输的吼，所以迄阵无条件投降的时阵，听讲迄个中国迄个日本的司令官也感觉讲，是安怎要投降？哦，这就好好啊，吼，就是这是迄个占领台湾计划，啊，跟迄个无啥吼，吼，美国这嘛是迄阵的迄个8月底啊，8月30日在迄个吼，就是。以一个计划吼，啊，就是美国甲中国做伙来接收台湾，啊，当然迄个海军就是靠美国来帮忙，吼。好，这就是迄个咱讲迄个公卫队，吼，相当的吼，迄个啊，你若看迄个旗啊，吼，看记阮迄阵虽然历史课本就无这旗啊，我可能从迄个收掉啊，吼，啊，实际上就是怎的吼，啊，你有看到苏联、美国。中国、英国，吼，当然咱知影讲，这2个是主角，吼，咱咧中央表示是主角，吼。美国的情报错误吼，就讲伊一直想袂到讲，迄个投降吼，日本投降的迄个武器拢是总该招的军队，国民党的军队，想袂到4当了，伊都是放弃啊，吼。而且伊开始要放的时阵，美国的情报可认为讲。伊可能就变做甲中华民国拄成立时，就是4跟5的迄种状态，吼，就是大概就是几落所在有降低费用，利用太阳，吼，袂安尼，结果煞无想到，规个拢加起来，吼，好啊，加起了其实蒋介石一直咧推的时阵，伊的想法就是啥物？伊的想法就是，有几个考虑吼，一个就是退去西南边，中国的西南边咯。以前迄个甲日本相争的时阵，走去中国嘛，吼，这个方法，吼。但是伊尾啊，迄阵是决定，就讲有几个考虑啦，吼，西北是一个所在，就较边仔的所在，吼，西北啊、西南啊、东南，吼。结果伊要决定要东南，吼，有一个可能就是又是浙江人，吼，所以伊希望伊若共产党若愈来愈大时，伊要退的时阵，希望是浙江、福建。跟当吼，包括台湾，安尼的时阵就包括台湾吼。美国迄阵就咧紧张啊，就是讲发现讲伊有即个气氛，就开始紧张吼。啊，当然尾仔就
我都但是咱知影讲见到的时阵，其实是欧洲比较凄惨，也是讲对美国的角度，所以其实迄个中建的时阵，其实用利亚较侪，伊反倒啥物苏联的规个甲去定共产化，把欧洲是共产化，所以伊其实一开始想要甲军队用伫遮但想袂到尾啊，亚洲这边佫发生战争，一个韩战，韩战伊按算袂到，伊无按算。而且伊迄阵想讲中国拄啊，中华拄啊拍过来无时间，无可能会拍，结果拍迄个韩战是1959到1953，迄个1950年拍到像迄个釜山迄个南韩的出现，结果麦克阿瑟去拍的，麦克阿瑟就是日本的总统简单讲日本的总统，拍了伊佫拍到北平，了中华紧张中华就派兵，二队就派1950。对派兵但你也知影，中华无差是安怎？伊迄就是迄个国民党投降的军队，也是迄个台湾人，包括台湾人无得，因为迄真侪国共内战压过台军拢毋是伊原来的人，所以伊就直接派去做炮灰嘛，大概是安尼了当然拍了无好势后来。我要讲的就讲，后来这段时间就是因为蒋介石退来遮，伊其实实际要安排暗杀，要甲蒋介石安尼总是伫 CIA 但是尾啊无成功当然还是伫讨论是有怎样做。伊阵其实想要两个人出来做台湾的领导人，一个叫做孙立人，一个叫做毛国金、吴国桢但是因为这是迄个1950年、1949年迄阵的案子，已经开始伫记者啦，甚至包括姚文的迄个台湾再解放联盟，拢有考虑，希望因用迄个用孙立人用迄个军事政变，军事政变，甲蒋介石赶走了后，成为一个迄个甲美国会当合作的一个国家，变做一个反共的基地，但是尾啊因为限制了后。开始，迄阵限制的时阵，蒋介石希望是第三届世界大战爆发，是安怎？伊安尼才有机会佫拍落去，但是美国惊，美国已经添甲歪药因在处理遮欧洲的东北啥物代志，所以伊迄阵就是罕见一爆发6月25爆发了，我哋有写我因为无时间，我就只好跳过6月27就派迄个第7舰队太平洋舰队迄个那个第7舰队都来台湾我后壁其实因为还佫超过一半但是我可能我袂知影。伊迄阵的讲法就是台湾中义化、台湾中义化，就是这边是回归主义，伊惊这边若佫开战场了后，两边拢拍起来，真正迄个世界就动起来但是尾啊，迄个中华拍过来了后，拍去韩战了后。伊希望蒋介石开战场，因为开战场了后，中华才无法度伫韩国迄边拍迄落，迄个时候蒋介石来伊要爱啥物？伊要爱掌权，第一是伊爱掌权，伊台湾管，伊爱有管理。第二个是爱美元，所以我要讲的重点就是讲，后来咱台湾会当稳定，从1950年限制了，其实限制是救台湾一命，无迄阵其实啥，就讲。本来的迄个防卫圈美国的迄个防卫圈，日本、韩国无保在台湾，Okinawa、菲律宾无台湾，但是因为限制了，甲韩国、南韩、甲台湾拢包入来，这是一点，所以伊钱要来，第二点本来希望有一个政权会当甲伊配合的，但是因为这个物件变化伤紧嘛，维护必须的，所以尾仔就是美元来，但是就是无蒋介石。大概迄个过程是安尼，所以咱即摆有真侪一寡讲法，是讲若不是蒋介石早迄个黄金来台湾就迄落怎样美元该要紧若无美元其实就是讲若无美国决定要告台湾伊为啥要告台湾？是伊希望惊共产党扩张我这边有一个最讲一点迄个叫做咩土地改革咱知影台湾有土地改革迄个时阵其实美国其实惊迄个共产党要扩张的时阵伊在战后里面扩张的时阵，伊其实为着要防止这个物件，伊其实有真侪迄个美元
真侪国家，包括菲律宾，包括印尼，你想会到，迄个亚洲的国家拢有，是安怎？就是伊希望做他的改革了，共产党的势力活落起来，哦，最终就失败，伊指导真侪出来就失败，哦，但是台湾这边经过2礼拜了后，大家唔敢换，好，跟他讲起来的，哦，这个是有关的，哦，你若地主敢换，你就希望你就搞，哦，但是中国是失败，但是要从这边做出来，当然这个部分就是对台湾的稳定也是有帮助，哦。外来词对咱来讲，我今日来用这个所谓叫做后夜册对对啊，后夜这个词跟本来台语的，哦，啊啥有关系？日本人嘛哈，对吧？好来，这个地方毋知伫倒位吼，地方吼，是啦吼，叫大公街啦吼，但是讲，听讲古早台中叫做文化城，尾也变风化城嘛吼，所以内面的查某啊，几番的哦，紧走哦，走番哦，番哦，毋是迄个山顶的番吼，番哥嘛吼，几番你搭电话几番，即摆过来讲电话几番呢，所以我讲，伫咱的台语内底呢，你会看到，我即个就会变做是我的生活内底有啥物件，但是头一项是，咱会当吸收咱尔济，互咱本身的，因为咱台湾一个仔囝，你就算做较细个不共款，吼，白人像我遮个生做遮细个子吼，毋过吼变食去对吧吼？台湾嘛像我遮细个子，毋过吼。食久对吧？哈，所以咱有这种海洋文化的包容，就而且你会当包容别人嘛看你入去，吼，付出较济，咱吸收的较济，所以，互咱台湾的活力语言的部分真大。过来咱讲到台湾的历史内底，虽然拄则所看的是，甲日本时代的关系，不过其实台湾一直拢是互人统治、殖民统治、殖民统治，所以其实咱即摆讲的台语，若对北部族来讲，我算唔捌这啦吼，因为我出生在地方外。安尼来讲，台语嘛是外来语啊，吼，因为若是以咱北部族的角度来讲，但是迄款的汉化以后，大部分的人即摆敢可能知影你，你可能是甲卡斯的，你可能是花亚，吼，但是话绕来无偌济，其他呀语言最近有去学习，但是无一定咱总完全会当了解，但是部分的语言有留条咧。像我叫阮妈，我妈妈，我叫伊妈，但是我听着伊叫伊的阿母是叫做阿呀，但是即个来讲伊呀，迄语言应该就是地多留落来，过来人会讲着讲牵手吼，牵手牵一个即个牵一个无效，牵一个，你就牵转去着吼，这是牵拖。牵煞就听讲，迄个伫咧菲律宾的话，安尼就是伊经常咧对我来讲啦，即口会使，可以哦，过来伫咧市民化的内底，你看，日本来一道，讲日岛，即摆市民是国际化市民啦，阮囡仔可能即个搁日本话可能比我搁较歹，因为伊可能自细汉看放假，但是学校囡仔甲我讲，即摆讲，欧巴。我叫是咧后壁加一句送，我说欧巴送那个音，结果毋是我，欧巴是大叔是不是？然后欧巴跟他晒出来了所以一寡囡仔对，这少年囡仔对因来讲，因的外来语并不搁较济，但是嘛，阮有的外来语因落咧。过来咱看到是外来语，我感觉伫咱台语内底上点是即项，迄咱的主体性，而且互咱知影，咱甲中国谈起来。台语毋是闽南语，所以以后我等下咱为一寡现有一寡资料内底，咱来看。台语确实毋是闽南语，台语内底外来语是咱足重要的文化身份的时阵，咱应该当做一寡代志。咱伫读整理的搁较济，甚至伊可能是一部书底，随时你查询会着，你线顶看会着，随时会当补充教部来当做这个工课。我感觉真有用吼，来，下骹来甲我一下。来，我讲着细汉的时阵吼，日常生活是安怎是陪我大汉吼。你知影我细汉生看嘛？我头毛变乌金马去，我细汉知影一个艺术叫做乌金马去。乌金马去，内卷的头发，内
发现吼，我即摆头毛较少，但是我早地有即摆去的头毛内卷的哦，迄时敢若我知对无？在这肯定无人知。我穿的是三大路，伊讲要互阮请，阮班区要娶新，要娶某，三大路知无？凉鞋，凉鞋吼，有人知吼。我有穿过一条从三大路对吼，三大路，啊过来咧，坐巴士，吼，坐6分钟的公车，陪伊去大坑吼，我拿公票。过来咧，过啊，人会当请咱食迄个，反正民族南美冰，民族南美咱食过无？蜜豆冰对不对啊？蜜豆冰，啊，看即摆有的人去，什么歌啊？开始出现了不一样，对不对？迄是我生活内底物件，等到我叫落以后，我听着阮翁，我叫伊对伊叫阮大家叫伊啊，吼，但是我听着伊叫阮母啊，伊叫阮妈，伊叫较正。我不知影，所以伫无共款的选择内底，连称谓伊拢表示讲，即个人是啥物关系。虽然是，若是母亲那一辈，不过伊就较常来讲，吼。再来，我行出状元内底，我讲着专业的使用内底，足济我就袂晓，我可能会晓的，甲你差不多啦吼。我知影落来啦，嘿，我知影吼，即摆爱搭铁路。我可能知影讲吼，我等下迄台车含倒落安怎拍吼，拍去的时阵吼，甲忙吼，你下落边仔甲扫。你我可能知，甲你差不多，但是有搁较侪专业的物件，这个真正行出状元，所以有外来词的词典。好，再来，你内心的意念表示你意用，亲像我要招阮翁来去东京啊，是我要安那搭，我会使叫我背交啊。对啦，吼，而且安那搭其实可能就是彼此之间的一种，还是想要做三回是啥物货？咱介绍的是，你会选择部分的语言是用使用外来语来讲。那即首歌跟安那搭，偏偏虽然我吼对于太无印象啦吼，不过迄首歌真注意，你也唱。结果来，安那搭，你是，来，对，你看会得用偌济外来语去做歌吼。嘿，这首歌不离啊吼有代表性。安那搭，伊是缘投的少年兄，伊若讲什么唱吼？会晓唱的唱看卖哦。有手安尼对吧？再来把一个叫做《西莫里旋律》哈。你看卖伊用偌济外来词，这个外来词听一摆、两摆、三摆以后，就是你的头壳底哈。就是落去了吼。安那搭，伊是缘投的少年兄，我但是阮嘛水个，安尼啊，啥物事来就无，咱小姐来去卡拉 OK， 对吧？安那搭，伊是大家靠边，伊无讲电话吼，阮嘛听甲会歹势。一直学阮亲像公子离婚，这嘛无爱你哦。有死，看你讲你死哦。哎呀，就等我得，再小等一下。后面来，莫讲题材对了。来，爱是地，你手怎爱阮都后悔？原来你的心境爱你那遐济。再来，速度。我女儿几百岁，你如空摆，阮用杀鸡甲飞，咱三两咱毋免搁再会。好水，这个，你看哦，三两咱啦，开始你讲啦吼，杀鸡、啉酒、比如，所以咱伫遮已经学真侪外来语啊。伊的外来语讲起来，就安怎来？外来语的意思是啥？别人兜的就招人吼。招啥物话？招钱爱用，招钱嘛免用，招钱免钱嘛，招钱就免钱了吼。招钱爱用，招过咧，招过免用嘛，招过咧免用嘛吼，招算一个。惊！来，所以招一个音来用，有的是拿连字嘛招转来，招音来用，放假。再来迄个，再听。
较食，迄个希望值，啊个密信对吧？啊你看已经有品食物甲骗食物了嘛？啊若骗食就外口来人骗来拢食的吼。所以伊本来就少个啦，骗食物我去骗食，骗食吼，骗来，好骗来啊！啊骗来以后你个借因来啊，所以无一定有写完全看，你看有个汉字，再来啊若是少字的咧，导合。啊，就今仔日导合袂拄好，有人讲甲我讲老师，你今仔演讲我歹势啊，迄活动遐尔啊大，导合袂拄好，所以我今日学到袂当去，家己先去食水甜吼，就来就好吼。再来，电讲按捺吼，啊咱来的时阵吼，咱遮的迄个有少钱就真够甲咱按捺啊吼，咱了牙医来道理啊吼，足诚意吼，感谢吼，先不吼。再来，这有个肉豆是吧？对吧？我今日演讲所在，我互大家拢是上少度啦，对吧？哈，啊，有偷跑个钱的，少度甲咱讲讲啊，对吼。是啊，对啊，吼。但是这二老师啊，讲实在，我台语会使哩啦，吼。啊，讲伊就差不多学一半。啊，若日本话这个话吼，用摇呢，啊无用听，所以变怎？咱有两字啊，是吧？哦，所以我。拄要头先要讲的就是讲，咱下当甲遮个变做罗马字啊，规个站起来，做起来，做势。啊，无到底原来你有偌济，济吼，我是问你体感偌济？足济，听讲吼，3句一句啦，1/3啊，3句一句吼。但是有诶话我真正嘛袂晓，因为行讲行业不同款。好，来，我去找到一个资料，就是咱咧所有的地名内底，因为1920年啊，精装改正，所以这个地名有改过，像我来自丰原，古早可能像丰原内底哈，话叫富春的，叫水类的，啥物地方？你叫水丰原人拢讲水类啦，毋知啥那为毋知影就阿祖迄个时代就讲水类，敢若丰原人，迄就是。阮丰原人，特别丰原人的开口对吼。再来，你讲果子，我找一份就讲台湾的果子，好，咱来讲台湾的果子，有叫土，叫讲台湾吼，就土白啦、土山啊，迄个拢毋是，拢毋是咧。正经土，你知无？即摆讲梅雨季节，梅雨啊，讲袂啊吼，歹势，袂啊早就生起来。梅雨即个词嘛，外来的。正经即摆现伫开的，现伫树鱼，其实是叫做树鱼吼，迄个正台话，树鱼嘛，树鱼啦。有囡仔拢讲神户啦。神户会使，我是讲，若以迄个果子啊名来讲啦吼，迄边仔讲黄梅啊，黄梅啊，就已经拢恁兜就咧饲梅啊，对吧？我搁讲梅啊啦吼，恁着讲梅啊，是嘛讲鱼嘛吼，树鱼。杨梅树树，即摆当地生，吼，所以你去看迄台语大书顶，伊就有树鱼吼，你讲后面我讲树鱼吼是啥？就先来看下今日才去讲啦。叫我食吼，食个水水的吼，嘿，水水到甜甜，真正超难的。对，即摆有新品种，伊讲，所以你伫迄台语大书顶内底找会着树鱼吼，这个词都对应到。梅雨啦，所以这是台湾的，这正台湾的果子，吼。如果讲酸啊，酸啊，这个话是北部种的语言，芒果、芒果、这是外来。啊，因为南洋来，而且有的果子啊是为，搁较呢葡萄，我找你的主要葡萄叫葡萄，毋是咱看迄个葡萄是草头的葡，咱你有插蒲葵树葡，桃是写。桃子的桃，可爱的可啊，因名啦，因为迄个中东迄边来，所以可能对东调迄个时代就走去因中原，中原搁对咧走，吼，对中原搁走河乐，搁走啥物闽南，搁走来台湾，有足侪安尼，但是日本时代搁带，搁早搁较侪配子来台湾，吼，因要去我讲东晋吼，南晋对。南晋的时阵，称看来啊，这物件称一只会活，吼，会甜，会水，所以种足侪果子啊，佮足侪树啊在，吼。来，去等一下，
咱来看即个我吼，其实即个物件，因为像拄则阮个老师安尼会感觉有济物件讲袂了。我为着这啥啊，做无脾气负担，就是安尼。我共款来理论足济，我做袂了。阿鲁米，即我了想要甲改，搁用电脑改，做一个爱就改了吼。阿鲁米，必须讲阿鲁米打滴答，你是安尼啦吼。阿摩尼亚系列打打滴答，所以阿萨布鲁海底甲去。台湾人讲，台湾人的日本话就安尼讲，变做咱的外来语吼。阿尼基、阿斯皮林，阿耶两伊的阿伊夏子、艾斯库林，就是安尼讲。来，咱捡几个来看吼。第11个叫做马鲁，我是讲马鲁啊，迄就变做马鲁，搁加一个啊，台语马鲁啊，你夹屁点啊，马鲁啊，就变啊马鲁啊，啊马达。白奥利小提琴第14是白奥利，那个阿萨利第9个哒滴哒哒哒哒，它的节奏大概就是这样讲。日本人来听，刚刚你这都是日本话，搁介古锥安尼啦就亲像咱咧听阿倒仔讲台语共款好，就这安尼遐尼济，你会当去看，上无咱会当去学较济来，我下面有看到几个较新鲜的。来，这边有这不幸福，不幸福跟不幸福哈，不幸福，你知道那发音对啊对哈，对了哈，不幸福，不幸福。那你爱看迄国籍的人，你就这个属于就知。你若查囡仔，可能就对这无了解。所以讲，伫这个外来词的使用，就是虽然有伊所特定的一个范围内底去看再来，有诶真正我也袂晓但是我看迄个23个我就有趣味，迄个叫做мет도。我细汉毋知影啥叫做мет도，我就困中间、困中头，才知影啥叫做мет도。мет도会当看啥？sponge是迄个，对，伊个мет도应该是迄个床组啦，metdo应该是那个床架啦，嘿，面顶迄个叫做sponge，嘿，对，安尼咱有共。我来咪个款，来，我即摆来互大家看一下这爱娇呀，爱娇伊啊，你知影IQ 爱娇伊啊，对无查某人的 style 那一款这点我较欠缺，所以听到来，那按来，你看安宁秩序咱即摆安宁拢讲安宁疗法啦但是古早嘛安宁的，但是台语嘛安宁就新竹白爱甲菜啊好你叫安宁。迄无共款的意思。所以讲无共连着讲台语内底这汉字，甲日语所使用的汉字，你就知影这真正叫做汉字，袂使叫做国字。字就是用的，直接就最清楚你讲后面讲安宁对无差着你的安宁，当囡仔在红气有咱在咧困你若摆咧放我真正差着阮的安宁。我实在我哪会记你昨暝好困，嘛是迄个拢毋是。再来后壁个后，然后甲照着。你看我们到现在那个出勤，正式，现在拢是来个正式嘛是咧，真正看着甲我带着最初最真。你有啥物罪证？第二无洗衫，第二无煮饭，第三无看outside洗困来，应用嘛是啦。语法，认真你逐工咧讲你做啥物台语的语法，嘛是呢，叫做无补啦我无读牛毛啦，我读五补啦。听讲日本查某啦买五补转去，伊压着7尺6尺。小朋友18岁以下，会变就这样子的按式。印刷者，你看，所有因为新现代的遐语言，包括遐事件伊除了烧钱，除了你讲的拢烧钱，除了烧钱以外，逐工嘛爱食饭放菜人的生活，搁学习伊，搁有公学校遮才有这种东西咧进行伊袂正经进行，遮艺术的你个念来，看这个档案，这个我就真正袂晓读来，日本时代是无？1932年，
偌济哦，人作爱献偌济吼，才在做偌济话几个同志吼，同仁好友。来，即册叫做《日台绘画新歌》哈，绘画哈，来，你会晓读无？因为透过即个歌，人就学台语，搁学日语啊。咱今仔是来读册对无吼？所以会晓无吼？我家己好小，我家己好小啦。日台歌啊，着研究吼，国语毋捌着真优秀。若是新闻摕在手，捌字亲像有目睭。毋捌国语上好听。通知各位朋友兄，日台歌啊，若有正，免惊国语袂了听。我来用唱吼，是大要去甲是细，望恁大家小栽培。一代个歌你滚飞，通叫爱。对啦，安尼你看，随时会使唱对嘛哈，就是会使唱，但是后壁就莫乱换吼。头一个叫啥啦？见笑是啥？来。对，导师讲一遍。开始，过来我讲嘛，好笑。你讲的是正确，我讲的是好笑。是无？毋是啦，不爽。爱讲不爽，不爽。过来，这边有这气压了。所以咱的阿公也是阿祖，有读日本册，应该遮因的遮话伊会晓。所以这歌册是用毋捌字的人嘛会使看，会使用的物件。所以这个生活语言就会伫伊的生活世界伊的资料库啦，人脑嘛有一个记忆集资料库对无吼？你甲放进去啦。所以你即马若去听着遐话讲遐话，像我拄仔讲的，我即马去，我的三大路，我会感觉足亲的吼，足甘心的想，阮老母仔遐甲甲蒸吼，佮甲一个九九吼，像你会晓唱迄个九九啥的吼。去前咱甲三去繁华的都市，黄昏日头若照爱恁的门窗。你看安尼好，你看安尼是毋是咱的外来语伫生活中无因为你无因为你无去学校读册，你就袂晓。所以外来语的物件就变成咱甲闽南迄边的谈起来，我甲你有点大啊，来，头前面看一个吼，有当时大家会想讲，外来语的是咱对外国人叫做番啦我们有番茄呀，还有番薯，还有番什么？番麦番麦，还有番姜还有番石榴。你看来啊咧，外尾仔来人你看咱甲招的是啥物？来，相对于我们的讲人番，就是家己感觉偌赖啥，好呀啦。这是即条人的时刻，但是番若是伫日本时代，你看伊可能是讲的是白豆番。还是高山，若是伫进前有时候做青番甲熟番但是番尾拄仔讲电话嘛做规番，这就是应该日本时代这下骹是甲你本来要整理啦你看，我只知影一个讲葡萄，其实是伊朗来不一定才是尼泊尔来南无就归伊有人讲北投其实是女巫女巫伫台语即马可能讲红姨红姨，但是我毋知影是红姨是干咱遮讲是北部安尼讲，我都毋知影，嘛是共款。所以就是像这咱来个闹乱，毋通相信讲番就一定拢是番伊只是代表外来。所以你若找书典的时嘛爱注意毋是总番就是总是有一种番麦啦，番典较无。番典番典番盐所以台语导师典其实，这些我今日是来推销台语导师典番葡番管，番白树番饼，哪样叫番饼所以台湾的语言内底对东洋来真济，对东洋来真济，对西洋来嘛真济。在地咱古早去用吞大草大去用台无死的，本性内面变做汉人的，公妈拢是借来拜的。
生意生拢对人生嘛，公妈拢少来拜，你问拜顶管小三拢，骂袂英雄。阿嬷不知道你是谁，我骂袂英雄诶。Who are you？ 唔知影，你写迄，阮兜写，阮打一大下字，清河洞，不然阮家是清河洞。所以，迄个物件已经伫现代新的台湾人的思考内底，伊无一定较重要。毋过，曾经是咱的语言的部分，即摆只个外来，过去是外来，即摆其实拢伫咱的生活一部分。所以，咱来过来看即个语言的未来，就是讲，伊若适合咱的使用，咱要记得拿掉。来，即个语言到底伊会活甲会死？有人讲30年后，台语就会，会安怎？会翘起哦，你相信无？有可能啦。啊，啥物条件互伊会继续存在？大家使用吼，啊，过来就是爱拍科学的方法啊，啊，过来就是迄政府爱支持。政府来规定讲吼，今仔日讲台语的食物仔100块，嘿，啊，可是吼拢加分吼，加分咱佫无来，叫加分来，吼，对吧吼？佮公务人员爱台语。毋啦，公务人员啦，迄上班啦，国小内底你著会晓台语课，你国中你升学你著会加分啊，大家嘛变变变拢状元，吼。我是下拢教下囡仔啦，你即马无甲我学，甲教吼30年后，我倒来找你，你就我可能袂晓教，可能我搁老某某，但是我若搁30年后，才搁转来找你吼，你著可袂晓啦。啊，你话无开啦？我50我若搁60年后吼，我转来找伊，做你会带着我。老师，你知影咱哪有人搁再来伊个啦？所以希望伊会当传承。安尼，但是你爱讲问啊，传承是啥物款的质？咱有较侪量，但是咱有啥物款的质量啊？你听着面试，你讲台语啦，你即摆讲上好加伊尔。哎，所以迄是你看透早你来看伊报新闻，你说哦。我听你讲嘛，错较调嘛。加讲加了。嘿啊。因为咱的头壳就亲像咱迄个叫做鸭子理论，就是讲，你头一摆所听的语言，对迄个毋捌听过来讲，伊就会走去伊头壳底嘛，啊都知识，你就甲带伊，就甲你当做老母啊。所以你规气莫教，较袂死，愈教愈死。你听伊讲，愈讲愈死啊。伊假是你看小可会晓，伊会出来徛起来甲你讲，这甲徛讲去，这甲徛讲你听吼。因为本来是这样，这徛起来，毋是啦，咱新闻都安尼讲，而且因为。电子媒体的影响力，我即摆举一个例好啦，迄甲语言无一定有关系。最近做一人听迄个上巴掌功能，你中秋节吧，不是中秋节，端午节观光节，吼，第一送你什么幸福吉祥是快乐，上涨上是对个啊。你知影上涨这个意思？我莫讲中华上巴掌。上涨是阮兜你是你甲我唱唱阮兜就这呢？无你这。阮兜。死人当作无年无济啊！我所知影的，因为即摆做最最流行就是包粽，这个上迄个往来就是嘛是旺旺来，啊你是往来你拜山吼，死人当作袂使拜咧嘛对吼，无说无对，即个袂使乱拜。如果你若是继续，我买一个一个前提，如果你继续认为即款的礼俗是绝对遵守的，如果你若完全无这你阿妈就拢无代志。我所知影，阮兜的例，阮的家属内底所有的例，就是因为阮兜有人放生去，所以阮无年无节，我袂当随鬼，所以我嘛袂当爬山。所以阮的亲戚朋友，尤其是较至亲的，像外家伊就会摕奖来互阮，也是做甜粿来互阮。吼，啊像我今年虽然我无即个情形啊，毋过我嘛袂晓爬山，啊是要晓晒是要食晒，我嘛无咧拜拜，歹势我嘛算反对。我阿金有拍。阮阿金有拍，伊就讲来摕哦，伊就讲，摕100块就好，摕100块就好啦。有哩嘛，安尼就是摕一个意思，就亲像你摕啊，人遐搁通鸡啊，还共收10块嘛，无你叫人走路。你讲这个有啥物关系？哦，不是我们说送鞋子到非洲去了，我们不是送鞋子到非洲去了。啊，政治人物都强调说包种，所以。考文昌，那个文昌帝君前面有很多肉哈，
但是我想，如果你若是有安尼会感觉这是台湾一个真好的艺术，安尼咱就家己请下，包括伊的艺术来继续讲我清楚。啊，若另外送肉粽是讲，若做有中心往线边迄吊到的就站安尼放起来，吼，所以甲迄个管对水头。这是一个善心，然后但是因为遐个新闻记者伊毋是真了解台湾的艺术，啊，咱一般人咱嘛无可能了解遐尔济，也是有差较济，所以有当时啊，就是我嘛是一片的一心啦，啊，个对人做啊无歹啊，我会理多人不怪对吧？真的会怪哈，而且好奇怪哈，对我来讲就很奇怪哈，奇奇怪怪这物件我袂晓接受，所以伫外来语的部分，我今日所提出就是第一，伊真正。是咱真重要的文化元素、语言元素，因互咱知影咱意思。咱语。第二，这个工作需要咱大家共同来做。刚才咱有一个真好的团体，哈，啊嘛真好的了主持。所以，吼，这个工作，我想伫我今日安尼简单提出以后，看在座安尼拢听了，各有信息，各有注意，咱第当共同拍拼来做这件代志。好，啊，我就讲到这吼，啊，互我上一个欢声。